位就是县国府的千金李伯月小姐了。来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素不相识，何必多礼？嗨，小姐是哪里话来？小生无道，来当今礼部尚书之子。令尊与家父有同在京城为国，你我又都留居在这西安府，这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我想你呀，怎么晴天白日的，你敢调戏相夫家的千金小姐？看我们告诉相爷，要你的狗命。青草，我们走。走。我的路你走不了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。一来呢，与小姐当面求亲；二来么，与小姐签约契约。狂头休得无礼！晴天白日，为何调戏良家女子？什么？调戏良家女子啊？请问你真心大名啊？俺薛梅婷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闲暇好武不求功名的薛梅婷呐？不错。西安府有你这么一好人，事情实际。呸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等等！大姐，还我卷来作甚？我家青草，这位是李府的千金，我家小姐，适才多蒙公子相救，我们又是不学过写字，可怎么心安呐？嘿，区小事，何走瓜吃？我家是小事，我们还要大事相求。大姐有话请讲啊。是我吉普到此草上跨越，府中人役都在山下等候。那吴斗虽被公子打跑，只怕他未必甘心。倘若我们下山之时，他再来纠缠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听大姐之言，向小昂附送一程。公子，这是的吗？是的的。是的，小姐，这是的吗？是的的。是的的。那你还不快点公子，那不行。
光。光明磊落，揭竿带，勇气夺人，美绝称大人不知心相依共。前头针中不尽一声珍重，人不见，眼前不尽事情散。命啊！三州下火来救你婶婶。是啊。徐美婷怎么又是你呀？你又来做甚？哼！这个老头欠了我50两银子，愿意女儿抵债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你少过现实！哎呀，吴公子啊，老汉几时欠你银两？你有何病症啦？老财，你难道就不想活命了吗？你想做甚？徐美婷，刚才少爷是赤手空拳，如今我有了自宫。哼，你想做甚？小子们，呀，与我抢！公子，好啊！你把我家公子打死了，你等着！公子，你等着！你等着！去吧！不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待俺自首公堂。老汉快走！老汉快走！老汉快走！凶
手就是他。说了。请问王守备，薛公子身犯何罪呀？哎呀，不问也罢。一定要问，一定要问呐。哎呦，只因武道将强命律，薛公子老节不平，一时失手，将武斗他给打死打嘞。那武斗他死了？真是啊！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，大快人心呐！发生于此，只怕谢美定也难逃一死嘞。此话怎讲？实在我到五府禀告，高明夫人绝发之福即可升堂。等他夫人到时要将谢美定立毙斩下。嗨呀，事不关己，你何必紧张咯？哦，公不要紧啊哈，干事在了，干事在了，干事在了嘞。此去必难幸免，待母妃父宝玉小姐设法大叫他别了。且慢，适才王守备言道，杨夫人已经劝化夫之妇，命他即刻升堂，只等夫人驾到，就要将公子活活打死。我有非等夫去，公子岂不就死于公堂了吗？慢着！人命关天，顾不得虚度，待我闯进府衙，看过究竟，再做道理。真是既来
济南报佛酒，带我群草闯东台。当大万喜，为何擅击当官？启禀大人，只因本府求了命啊，特请大人审当审问啦。哎呀，什么命案不命案？老爷无教无威信，我去来呀！退单！哎，坏了！大人啊，这命案非必须斩呐！活该啦！那是吏部尚书之子，无道被人打死打脸。什么？辅导公子被人打死的？啊，真是！哎呀，还真是的，可曾禀告高明夫人知道啊？也曾禀告高明夫人，高明夫人稍事就到。啊！高明夫人稍事就到啊！高明夫人到，哪个到？赶快去，赶快去！哎，走。大人请。卑职西安府知府傅京拜见高明夫人。傅知府，卑职在。你做的好官。卑职我做的是好工呢。哼，身为知府，不修吏治，狂头逞凶，公儿丧命。你好在哪里？好在哪里？卑职好，我好在孤儿能改呀。今日若不严惩凶犯，小心你的官带。是这等莫无法纪之徒，稍时带上他来问个明白，定与公子报仇。凶犯罪迹昭彰，你还审他作甚？以夫人之敬，将他领兵杖刑。是这等杀人凶徒，稍时带上他来，三公两公报销了事，两三时也不敢追根穷究。夫人你看，你替五府办事，上司怪罪，只有吏
不与你担待，是还怕他谁来？我不怕，我谁都不怕。带凶犯啊！带凶犯！哎呀，带凶犯！身旁。当大的先来听，五福公子可是被你打死的啊！真是，哎呀，你不该要将他打死啊！胡知府，哎，是，你杀人的命我起来呀，利弊彰显啊！傅知府带上堂来，不用分血，擅自死刑是何道理？打死我儿就该偿命！来呀，还有，拖下去与我打！你与我举口。你父亲纵女子心安未还，举大海面具连头安堂前。可笑你不自责，发为龙汉，难道学？公堂上你是理性官。普天下清明官，理不人免。本夫人审凶犯，谁敢多言？傅知府，有，休容他絮叨叨。我先来呀！打他过，离开肉簪。你是谁呀？我是我呀！哎，什么你呀我的？我去来呀！空了去！慢住！我是李府的丫鬟。什么李府丈夫？红了去！对，红了去！红了去！慢住！哼，我来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，去草。群草姑娘不再相扶，赐封小姐来到公堂，你有何贵干呐？天喜大人是个清官，啊，我特来求你审案呐。小小的一个丫头，懂得什么审案？傅知府在休要管她。是啊，小丫鬟
你懂什么深谙，又怎能擅自走行？我说来呀，有将贤美亭带上堂来，本府我要仔细审问。慢着！小到我是个小小的丫鬟，不懂审案，擅自作戏，实不相瞒，我来奉命而来。你奉谁之命啊？是啊，你奉何人之命啊？小姐，什么？是小姐她叫你来的？哈哈，嘿嘿，哈哈，你在骗人吧？学了。哎，是我们小姐要我来看你审案，公不公，明不明，也好向我们老乡爷复命呢。本府审案只允是公而有公，民而有民嘛。姐，公而有公，民而有民。为人口公，首先用心，可算的公，可算的民啊！群草公爷，你太心急了吧？你来看，本府即刻审案。我说来呀，将贤美亭带上堂来，本府我要仔细审问。且慢！薛美婷打死我儿，已亲口招认，你还审他作甚？问他何来？糟啊！薛美婷打死吴公子，已当堂招认，我还审他作甚？问他何来呀？胡知府，你要替我吴府报仇！是，替吴府报仇，替吴府报仇。你是做朝廷的官，还是做他吴府的官？卑职做的乃是父母官呐。既做的是父母官，怎么不替百姓做主呢？哎呀，薛美婷打死吴公子，本府按律而断，这岂不是替百姓做主吗？哼，那吴斗被薛美婷打死，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。那吴斗脏死其人，杀死民女，你怎么不替百姓伸冤呢？哪有此事？禀大人，确有此事。多怎样？哼，我吴府公子岂能与民女相提并论？小小的一个丫头，也能管这天大的事儿，不成吗？我虽是个小丫鬟，可一根小刺，我也会挑剔。像那吴斗，平日在这西安府干的都是些个什么事？你们做父母的，两必是知根知底的。你们做父母官的，又不是有侠有龙，只许他打死人，不许别人打死他。难道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一点公道是非都没有吗？大金比竟敢曾辈不分，出装高明夫人，若再多言，家的乱棍打去于府。他在，快有心！是我先来呀。你还想不想要你这的乌纱帽啊？你这是干的什么话吧？老实跟你讲，如果我们薛公子若有过三长两短，我们老乡爷定不与你善罢甘休。这个，什么这个那个？你岂不知我家老爷与相国乃是同享共利、同床共斗、同朝为官？是啊，我家之子与同他家之儿，
就是相国在此，也断无贪腐修犯之理。早啊！二位大人，相宜思宜，加了宜。谢梅卿与老乡爷非亲非故，老乡爷总不会贪腐之过，杀人凶犯吧？怎么，你觉得李府一公子非亲非故吗？是啊。哎，非亲非故的，那小姐干嘛叫我来呀？啊，莫非你们沾亲带故啊？哼，沾亲带故，合奏为妻，世上谁无瓜葛？只怕难以尽管吧。是啊，他们运庆金陵多的是，认都认不红呢。只怕闹得那么贱道。哦，以你之言，莫非那薛梅婷心里明知故问，相国难道吸血？却有此理！若要刺死作罢，去非一奸。哪一间？他是相国这个。嘿嘿，不是相国之子，那也和他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他是何人？他是何人？哎，他是何人呐？哈哈，两你也学不起来。父之父，薛梅婷绝非相夫什么要紧的人，快决断！是，我去来呀！恭喜大喜，叫薛梅婷。你当真要打？我当真要打，你过云要打？我过云要打。你晓得他是哪一个？啊，他是哪一个啊？他是他是谁呀？何人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你学了，你讲啊！你倒是与我讲啊！是姑爷，是姑爷，是姑爷。薛公子啊，他们是他是相府东窗。
小青草，林真不还。三巡抚在乡家，两家难为看。小姐人分明是心口刺花，父之父，哎在相府千金，并无夫婿，休信谎言。是啊，我家小姐确有故意，绝非虚假。哎，对呀、我与相国有同家之好，岂有不知之理？是啊，嘿嘿，青草中日侍奉小姐，岂能不与外人？哎，对呀、父之父，哎，在，快快念陈雄芳。是，夫之夫，啊，快快放了薛公子。哎，放，父之父，哎，你到底是听着我小小丫头的话，还是听我高明夫人的话？哎，卑职只以为是听高明夫人的话。夫之夫，啊，你是听高明夫人的话，还是听我们老乡爷的话？啊，卑职只以是听老乡爷的话。气死我了，中年皇！你我狠狠地打这小贱人！哎呀，要打架的。我虽是个小丫鬟，在李府还不曾挨过打。今天承蒙上徐夫人养爱，我倒要领教领教。喏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哎打不得给你打不得打呀！与我打！青草姑娘，青草姑娘，青草姑娘。打不得，打不得嘞！公堂之上开了战，急忙上群来相群，来相群咯！哎呀，哎。哪里是吏部尚书正相府，分明是两座大山压蛋井，压蛋井呐！哎，哎，王熙啊，王熙，今天该咋路啊？我死了难呐！老爷，要是谢美的，还真是相府的女婿，哎，你还怕他？做什么嘞？谢美婷若真是相府的女婿，哎，我害怕他。哎，不敢，哎呀，不敢嘞！做工的哪个不想往高攀？请夫人暂且回府君。怎么？你当真要贪腐那绣坊不成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！人命关天，怎敢评判？只是此事涉及李老丞相，下官也不得不谨慎从事啊！父之父，你哼！宋夫人。
群草姑娘，你看本府此案办得如何啊？多谢大人举此公道，群草替小姐道谢。岂敢岂敢！如今杨夫人一去，就该叫谢公子。我们故意当堂释放，我也好向我们小姐复命呐。谢公子若真是相府的女婿，我岂是当堂释放呢？我还要当你赔礼呀！哎呀，不用。只是就凭你这3言2语的，不信你就问嘛。我是要问嘛。哎呀，你问嘛。我问谁呀？问我呀。问你呀？不，我要去问小姐。劳烦群草姑娘辛苦一趟吧。小姐不接。若为别事可以不见，若为姑爷怎能不见呢？群草不敢。若为别事可以不干，若为姑爷你怎能不干呢？夫之妇，你这样自足，干么姑爷是假的不成啊？呸！别的事情能有假，姑爷还有怎么假不准？那就劳烦群草姑娘走一趟吧。走啊！焦王熙在，北大轿压前司，是。群草姑娘，我们走啊！老爷三叫他喊哪敢快点子啊！来到，或是迎头，群草姑娘，我们走啊！来群草姑娘，此案关系非小，早去早把事了，不要磨磨蹭蹭，快跑，快跑！怎么走都走不动道，还要我跑啊？是啊，你要是嫌我慢，那你就先走吧。哎呀，群草姑娘，请你带路啊！什么？要我在前面带路啊？是啊。那你就莫嫌我慢了。不行啊，弟兄们啊，哎呦，我们不嫌他慢啊！稳当的呢！
我等你呢。哎呀，弟兄们啊，你们看啊，我群草姑娘果然是相府的丫鬟啊，那走起路来是个人扭扭捏捏，几多好看啊！嘿嘿，那确实。啊！棒打嘞！六年功里风大啊，厉害逼人往高攀啊，云手礼部。秦在府自负乃小丫鬟，今天大荒几人呐，天府夫人忙过关呐，不了钱呐，难顾后啊，都爱言是钱爱言。叫声群草，你莫爱言呐！叫声大人呢，哎，你要来访啊！老爷我心中几丝惊啊！群草啊，两腿圆玉面呐，群草姑娘，你又是做到不动的啦？我走不动的，我要歇一歇，哎，你要歇好久啊？多则一天，少则不一。哎，你不诚心是跟老爷我作对的嘛？这，哎，群草姑娘，你来看，这饺子在这里空着，不如你上得轿去，把你抬到相府，你看如何啊？我不做。啊，你何个又不做了？哎，谁不知道这顶饺子是你知府所做？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，旁人看见了，岂不让人笑话？无妨的，你把脚帘一放，坐在里面稳稳当当，小丫头就变成大老爷了，行人百姓就都被你蒙过去了啊！哦，要我坐在里面，把脚帘一放，是啊我一个小丫鬟，就变成大老爷了。对呀行人百姓都被我蒙过去了。没错了。等下到了相府，把项链一放，要一个小丫鬟变成个小姐，岂不把她也蒙过去了吗？你要蒙谁呀？我是学金府蒙小姐。哦，蒙小姐，好。于此，群草姑娘，请上轿吧。于子夫之妇，哎，伺候。
是，我去来呀。哎呦，伺候了。伺候了。顶楼上很得我愁眉不展，一句话定醒了青草芽花。知府有把小姐姐，看我蒙过这副桃花。秦知府暂去尊，听我劝夸。起一步上家来，领到墙前我去来呀。哟，明楼开道。七角头。为报无杀文，一心往高攀，哪怕半人冷战动，不辞不能我难走过，难走过。警长好体面，知府做更大，但愿求得薛公子，蒙过一块是一块是一块。伙计们，上坡啦！伙计们啊，下坡啦！
见我，青草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小姐，青草。小姐，我是秋花，每次都搞错。青丫头，悄悄花间相连着怀君火是金黄，小姐，西安府区人民的那吴斗被人打死了，但不知何人将他打死。就是谢美的谢公子啊。谢公子他因何伤人呐？只因那吴斗强抢民女，杀人行凶，薛公子搂肩不平，失手伤人了。那伤人之后嘞？好过仗义的薛公子，伤人之后就自首公堂了。原来如此，想那吴斗杀人在先，谢公子仗义举雄，投案自首，两那知府未必会为难于他。哎呀，小姐，青草告罪了。你有什么罪？只因那吴斗的母亲杨夫人一闻此信呐，匆匆大怒，命夫君府即刻升堂。是我一闻此信，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旦夕之间，我来不及回府，我就闯了公堂了。怎么，你闯了公堂？你真牛！那后来嘞？至于那杨夫人，她蛮不讲理，她儿子打死民女一事一字不提，口口声声要给她儿子报仇。那夫之妇不分青红皂白，定要将公子立毙杖下。寻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就眼看着公子被活活打死不成吗？哎呀嘞，别个要打死他，我也没得办法噻。哎呦，你就不会认他是我们李府的人吗？是的噻，你就讲薛公子是我求花的，能不用噻？羞得胡闹！小姐，我已经将他认下了。啊，好，只要救得公子性命，认下便是。小姐，如今夫之妇已在府门外等候，要与小姐当面对证哦。怎么，夫之妇已在府门等候？还要当面对证？是啊，这也无妨的，且认下，再做道理。青草，但不知你认的是什么情呐？小姐，我认的是一门知情。依你看，怎样才算知情呢？弟弟亲亲的在做知情呐，要不然别个不费心呐。可惜公子并非姓李，与我不远呐，认作兄妹，倒也是得的。小姐，我认的
子生子选一贤呐，小姐呀，小姐何妨请从前。相爷为王冠朝代，李子才来讲教你。只想起看起你，果然一关是一关，是哪一关呐？叫秋花且把小姐把。放下相爷，蒙红了狗头冠。包青公子领大伞，将我人情难捎带。小姐，小姐呀！好小姐呀，好花谢了千千万呐，难的不女儿偏呐，尊小姐呀，小奶子呀。城市收兵啊，也不难，小姐呀，几道群草太大胆呐，有那群草西周学子呀，一儿呀。
姐她又生气了。小姐她答应的，小姐不去，我请呢。小花过来。啊！我的小姐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，只要你不撒娇就可以的。渴了。好咯。有请傅大人。来了。黄昏太守夜红裙啊，门外等得我腰腿酸啊。喜得一身全金金啊，我抖抖胸来正正光。傅大人，你这是？青草姑娘，得见小姐多体面呐。哦，体面呐。是啊，你晓得相夫教的规矩吗？规矩啊，一句话问得我脸眼发。要见小姐有3样规矩。有3样规矩。一要低下头。低头。2要小声说话。小声说话。3要抱门而进，隔帘相望。相夫今时金銮殿，循规蹈矩要1、2、3。抱门而进，轻声喊，报西安府知府府警高洁。我只见地来不见天，低头。卑职西安府知府府警拜见小姐。谢小姐。今日你到我府上来，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哎呀，这小姐我是嘻嘻哈哈的啦。哦，至于吴公子大肆名誉上玉林，有邪媒的路见不平。哎呀，薛梅婷，前怎么就是我李府的姑爷，小姐她。小姐我呀，早就选中了他，你回去快将他放了起来。欲用不允呐，我们要先行告诉老相爷，要打断你的腿，抽了你的筋，打断你的腿，抽了你的筋，打断你的腿。看见到啦！哎呀，香林之内分明不是小姐啦！你凭什么讲她不是小姐啊？不是小姐是丫鬟，几声傻笑难遮掩，狗尾巴草儿从牡丹。你干嘛人啊？哎呀，亏得本府公上老说，凡事认真，欲有不允，岂不得罪无府？待我即刻回衙，将谢梅婷利弊放下。请慢。我们小姐讲话的。又来我家的。辅政大人。
人请进。辅臣大人，请进。哎呀，史小姐，史小姐来了哟！卑职西安府知府福晋拜见小姐。不必多礼，与胡大人看坐。谢小姐。傅大人，卑职在。贵府来意，我已经知。像那谢公子凑强扶弱，失手伤人，望大人切勿曲纵无负，徇私枉端。下官怎敢徇私枉端？只因杨夫人亲临府呀，卑职我走不得去嘞。那吾上系宗子行凶，朝野自有公论。大人下体民情，秉公决断，何惧之有？力不群衡天下百官，区区太守哪在话下？薛公子又非相府女婿，下官我也无能为力哟。因此冒昧进府，但得小姐一言为证。大人，如今小姐出面，真相已明，你五个还啰里吧嗦的，我没完呢。群草姑娘，本府由不得小姐名言，岂是那高明夫人的对手啊！你看这是傅大人，青草公堂之言，甚是。是，于此多谢小姐，下官告辞了。想不到我父亲居然能替相府办成这样一件大事，从今以后不但前程无量，而且升官有望啦！青草姑娘。哎呀，此事多亏你呀！傅大人，那小姐是真的清真万确，故意嘞？万确清真呐！杨夫人呢？不在话下。薛公子，快放起来！一定放！适才杨夫人一怒而去，必允休须报与吴尚书知道，他有吏部公文来提改凶犯，老是谢公子一走，叫我如何是好啊？你就说此小姐有名嘛！实不相瞒，相府小姐只能喝到了高明夫人，这吏部天官呐！君怕当朝宰相，待我修书一封，报与老相爷知道。求得亲笔示下，那时间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。
有奇闻。我的儿外把婚姻定，何来爱惜且没听？平时群草敢作证，公堂启奏杨夫人。上去朝房把追问，老夫有口也难分。但愿得我的儿谨守规训。西安知府负荆才人求见。嚯！西安府才人到，死去有应去。是。王守备进京啦！程序记，相夫好为也，为己相爷命。相爷脸色不好，你可要小心哦。你叫人心胆寒嘞。卑职新安府守备王喜给老相爷叩头。多谢老相爷，到此何事？卑职奉吴府的之命，特来给老相爷报喜呀。老夫有什么喜呀？老相爷，你有万千之喜。休得啰嗦。恭喜老相爷，贺喜老相爷，贵喜。什么贵喜？贵喜谢美的人在群中，长毛小姐，长毛小姐人在群中。这个。还有什么事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有许信一封。外相，伺候。是。是才人言道，只怕此事不假，待老夫侧心一观。负荆蹲守拜相准，群峰送喜表春行，携神武山上去时，虚名大破东西军。卑职仰慕神农客，引领河水杨夫人，架起活着天使下，轻松归去进道城。呀呸！看罢虚心，马夫君要攻心上。假当真，最可恨群草，枉把袭人。何事？启禀相爷，小人报喜呀！又有什么喜呀？小姐到了。这才是替小姐妃选喜门，唤他们进来。是，有请小姐。
我儿免你一旁坐下。谢过爹爹，青草给老乡爷可到？不孝。群草，我来问你，那谢梅亭与我李府到底有什么瓜葛？这，你说有什么瓜葛吧？倒也没什么瓜葛。你说没什么瓜葛吧？还真有点瓜葛。他是你小姐的什么人呐？他是小姐的大恩人呐。群草，你好乖巧，青草不敢。真聪明。多谢乡爷夸奖。哼，你好大胆！爹爹休得动怒，青草并无不实之躯。那谢梅亭大肆无斗，竟比公堂奏刑，你倒为夫不知。哦，你都晓得到，那就好讲话的了。老乡爷，你知道谢梅弟他为什么大肆无斗吗？这个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那里多亏公子极为宽，想借他才能平安分家门。不料想不斗贼有啥名誉？谢公子大一口气，杨夫人未必知夫妻自分，我这才自称公堂走大戏。常言道，一得道的人做记，怎能够能将仇报留竟比公堂奏刑倒也罢了，你为何不顾相父身为，旁人耻笑，擅自公堂任刑，该当何罪？哎呀，老乡爷呀！只因那杨夫人因丧礼不失礼，定要将公子立碑感下。我是万不得已才在公堂认下的。哎呀，爹爹呀！是女儿闻知那杨夫人要将谢公子活活打死，万般无奈，才从青草公堂认下的。你们与我跪下，见人竟敢为夫行，无端得罪杨夫人，教官无知少教训，怎教为夫不通行？青草公堂把戏
卷是月生产，必留小兵。看起来谢梅亭今是何根？到此时事与非，何必多问？罢，去快刀斩乱麻，断然迎去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起来。谢过爹爹，老乡爷，那我嘞？你也起来。啊，多谢乡爷。你们且到内房歇息，待为父修书一封小谕知府，替谢梅亭学几句好话，也就是了。此话当真？哪个哄你们？爹爹休息，女儿为你默默可好？我儿凡是回房歇息去吧。老乡爷，群草听您捧言，行吗？蠢丫头，何用你来捧么？饭不退下？是。小姐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小姐，只怕这封信有明的啊！我们还是到后面商议商议去吧。万寿杯在。只有书信一份，命你小谕知府，令他照书行事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俊啊，此事事关机密，贴身带好，书信若被旁人观看，打断儿的狗腿。是。再俊啊，去到前面领取纹银20两，以为捧费。多谢老乡爷。快去啊！是。王守备，哎，群草姑娘，你来的？不但我来了，我们小姐也来了。哦，小姐也来个的。王守备，哎，你是来送书信的，预计又带着书信回去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哎，那信上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，我哪能不知道啊？哦，如此说来，那好是喜事了。那当然啦。哎呀，喜事好，喜事好。王守备，啊？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哎，老乡爷叫我即刻动身呐。啊，你就要走啊？啊，你等着，我去看看小姐有什么哎，事情没有。去啥过来？哎，有事跟小姐办事，没得事我帮你讨个赏，不也好吗？讨啥啊？哎，那不呀！哎，我先去闺房领取文章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在花园门口等我。花园门口不见不散，我走到。可到。只怕这封信有明的，可是他又害怕乡野，不肯撒手啊。我去找小姐商议，如此这不。乡野军花趁我走啊，群草叫我暂停留，悄悄地到花园来，
门前等候。请。此乃是富丽堂皇一座好高楼啊！嘿，好高楼。请。呀！过一遍了，真是老举扛法比，白玉器雕栏呐。富丽堂皇，世界少有，哎呀呦！这一笔楼乃是当今万岁爷赐予我们老乡爷办理国家大事之躯，楼中御此宝物甚多，有人善于此楼啊！我看呢，一律斩首不贷。我严重啊！局长不来，你我的手不早干了。哎呀，你找别个，我还是先走的嘞。王守备，哎呀，我们老乡爷不会来的，就算是来的，有我们小姐担当也是无妨的。哎呦，性命有关，局长不来，你找别个，我走的啊。王守备，小姐，王守备来的。听从小姐有何吩咐？听了。不瞒小姐，咱王贵头一搜索。局长姑娘，小姐又是糟糕的喽。哎呀，王守备，你不要害怕呀，你来看，这里有文银100两，是我们小姐送与你做楼费的。哎呀，小姐太大方了，谢赏。这算不了什么，我们小姐还有所相求嘞。你当小老，你再来看，这里有一个招文袋，里面放着一封书信和簿记人参。书信是交予相府管家的，人参是交予老来娘的。是。我们小姐的千金佳婿，你可要放好了哦。就与老乡爷的书信一起贴身放好，那可是万无一失了啊！哟，你好糊涂呀！我干嘞？书信贴身放着丢倒是丢不了哦，可以去太阳，不就结石头的吗？哎呀，那也是啊，我好是搞嘞。我看呐，不如将这2封书信都放在这招文袋里，人不离袋，袋
不理人，那岂不万无一失吗？好办法，拿得来呢。好，拿得来，好，拿得来。哎，嘿嘿嘿。王祖贝，好看啦！我们小姐还有东西送呢。小姐还有东西送啊！这里有一件笔帽，是上等的好雕笔，是我们小姐赠予傅大人，感谢他这次的功劳。哎呀，我替傅大人欣赏啊，欣赏！这里有一匹绫罗，是朝廷的珍品，赠予傅大奶奶做见敖子亲。我的傅大奶奶欣赏，欣赏。还有嘞！哦，这里有2瓶好酒，是多年的老绍兴，非府衙里的伙计们让大家也喝过痛快。哎，对，让大伙也痛快啊！哎，来，欣赏啊！还有嘞！还有啊！这里有一包蜜饯，是京城有名的特产，非府衙里的小公子、小千金吗？我的小公子、小姐姐，欣赏啊！来，欣赏啊！我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啊？啊，对，你再想想看，还有什么嘛？哎呀，你看我都忘记了的。这里有一面大好的上等菱花镜，是我们小姐送予你。哇！不，送予你的那个他呀？哎，他是谁呢？你连他都忘记了，就是尊夫人呐。哎呦，这个小姐想的太周到的嘞！王祖贝，啊，你还拉得下不？啊，我拉得下嘞！哎呦！手中拿腋下夹，胸前还有挂。平日里好福气，我保在还家哟。哦，为什么小姐贤惠，相爷他叫人害怕嘞？王祖贝，啊你看那是谁呀？那是谁呀？哼！哎呀嘞，我们老小爷来的啦！听见是相爷到，我推远什么？推远什么嘞？呀！哎呀，公，我到了，过来啊！我看呐，你到后楼去躲一躲，我不叫你，你千万不要去来我不去了一去来呀，我干了。那就非死了。是，哎呀，我找不到。哎，群长姑娘，我的招人打。快去呀！小姐，快来呀！等我看来。来去一夫一重重，曾到学生当师兄，满雅人权是我许，老夫不许他成龙。首府京都来临上，身怀玉燕好酬功，案情重大须明决，休在一位两可中。啊，老相爷不许谢公子做他的女婿啊！他还要扶之父带着谢公子的手机轻轻领上。我谢公子儿子他真的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苦也无用。我们必须将许姓修改二字放过救得公子性命。哎呀，小姐，那你快改呀！哎呀，青草呀，快去闭眼观。
奏，臣道学生当时秀，满雅人却是我喜，老夫本系他真龙。首府京东来礼上，升官一夜好成功，南齐中大喜名节，小在以为两可中，公子的性命有救了。小姐，姑爷你也学好了。群赵姑娘，老乡爷走干什么喽？我们老乡爷已经走了。哦，你还是快回去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王守备，什么事啊？回去告诉你们福大人，要他好好的伺候我们姑爷，莫小里小气的。等将来上京的时候，啊，哎，谢公子要进京啊？休得多问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哎，好好。王守备，哎呦，又有什么事喽？你这只要命的周文呆！哦。丞相从小看，相国那许东上去。群生光阴小手长，群子好用去草木啊！哎，有的是吧？真心来过啊！预备起！禀大人，上西省布政使率全省文武百官前来送喜，必有厚礼奉送啊！什么？布政大人到了！到了！哎呀，赶快有请！且慢！曲言复是官场恶习，礼物退回一概不见。早啊！
平日不肯出力，今天来买什么人情呢？退回！禀大人，陕西省布政大人与郡守文武不过连城得罪，派军人飞马把礼物送上京客的嘞。什么？都被他们抢了头功啊！好，抢吧！看谁抢得过我这个大大的头功？关系啊，在，快给老乡爷报喜！是。适才往昔引导，薛老乡爷最爱排场。今日所谓定合老乡爷之意，我薛来呀，鸣锣开道。知府，你这样敲锣打鼓，要叫凶犯送到哪里去？什么凶犯啊？你来看，送贵婿上京。送上京，好啊！真要与你到吏部衙门去走一遭。夫人要去吏部衙门。下官我却要拜访老乡爷师弟呀！只怕去不得了。本府此去一日3升。怎么无儿一案就不要断绝了吗？你知大师民女张玉玲史今就这样了结的，你还要我事啦？学的倒是轻巧，你来看。这是吏部文书，要你与凶犯同到大理寺受审，小心你的官带。哎呀，吏部文书急于兴化，你来看。我这里有金牌啊！我要收干你的领巾。对，这是老乡爷亲笔手谕啊，有他嘎一封信啊。谢公子就是打死100条、1000条人命，他统统不要偿命。大胆啊！我是长山赵子龙，我一生都是当的。哎呀！大人了！与我打！我学来呀！大声喊叫，使劲敲打。
事？启禀相爷，今有13省御史，领等各省文武官员具备厚礼，要以小妾庆贺婚期。老乡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哪有此事？哪有此事？哎呀，嘉宾呐！在。收收曲子监听，请各位大人法庭应验，稍事老夫亲自去谈，紧急透明此事，快去呀！是。哎呀，老爷公，老爷公，这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呀？听说是从西安府传来的呀。哦，是从西安府传来的呀。哦，俊呐！是。哎呀，快去啊！遵命。哎呦，把我给人糊涂了哦！群草，你看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哦，我总算明白了，一定是小姐割裂人情之后，夫之妇全要娶农家成真了吧？难道姑爷竟是那谢美婷？结了当，还能有谁呀？这……哎，老乡爷，你不是在个知府的心上替他学点好话吗？哼，学好话，我是教他。哦，你是要他来吧？哎呀，不好了！梦振风雨见细心呐！一直会许的前功啊！他的是手机来是奇迹真。相爷，何事？启禀相爷，京城督察院同正是汉爷明这个师傅破自己，各位大礼开上官了，汉了国事政权，并武跟都督府各位大人具备厚礼，一道府门了。今生天花喜发了，火山脚又击杀了人。嘉宾在，即命走动雅乐，随老夫出门迎客。是。走动雅乐，中门迎客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。老乡爷，您爱家妻之喜，我等走何来迟？害我害怕。岂敢！不过什么啊？不过老乡爷只得规矩密而不许，令我等走何来迟？这也有些不应该哟。是哦，不应该哟。老夫举官一向节俭，今日之事本想草草成立，哪敢惊动各位大人，万不敢受，万岂收回呀！哎，岂有此理呀！老夫已将此事禀明圣上，龙颜大悦，此御许禀儿，命王公公采办好礼，稍事就到啊！王公公到。圣旨下，乖听宣导。万岁！皇帝诏曰：新闻丞相择得佳喜，龙心大悦。特此换金千两，美玉百旋，并允许江欧填成4子，并命即日成婚。自一到8，
照谢恩呐！万岁！列位大人，咱家是不是来迟了啊？不止。老相公呢？哎呦，老相公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呀！天恩隆重，相国敏感，一字于此啊！老相公，快把姑爷请了出来，与列位大人见过礼吧。是啊，快将姑爷请了出来呀！报！启禀相爷，西安知府福建求见。福晋来了，手唤他进来。是，何知府觐见啦。哎呀，相府好月老啊！列位大人都来了，怎么都少了一位礼部厅官呢？显示他没有领你前来。哎呀，王公公，傅大人，徐太师，傅知府，拜知西安府知府福晋，拜见列位大人。免礼。谢列位大人，老相爷啊！你送来了么？我送来了。可是照我书中之意送来的。老大人之命，应当未看呐。可是此物，正是此物啊！你是怎样把他送来的？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。于是学来他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么？至于是完完整整，不但冇手啊，还长胖大嘞！呸！你敢莫是喝醉了酒吗？这喜酒总是要喝的，只是适可而止，下官我不曾醉呀。把我的信拿来。好。你做的好事！老大人之事应当不尽心处理呀。一路之上，鞭炮声不断，鼓乐响聆听，举国上下谁人不知相国纳喜？京城内外谁人不知小姐成风？文武百官齐贺喜，但敬万岁！此一许得，这个头功啊，要归我啦！好斧头！这是干什么啊？好知府，非办事。亏你一路护送进京，殷勤侍奉，是个好知府，你聪明呐！老相爷夸奖了，很能干哦。过奖了。哎呀，列位大人啊！老相国得了个称心的女婿，他连笑都不会笑了。吴知府护送姑爷进京，一路辛苦啊！快把姑爷请了出来呀！是啊，快把姑爷请了出来呀！有
有请谢姑爷。哎，那个麻胡子的就是你的姨，老子赶快上前敬个礼喽。万圣雪梅亭拜见列位大人。哼，谢梅婷，我打你这你什么啊？你须呀，你为何这般时候才来呀？列位大人，万圣雪梅亭只因在西安打抱不平。谢谢。快来拜见各位大人，这位是王公公，这位是徐太师，还有这位……哎呀，列位大人啊！今日列位大人在此，万圣有话。哎呀，谢是啊！不要再学了，令我心照不宣。来来来，快随众位大人法庭饮宴去吧。姑爷请。缓缓情似魂，任他施家凡事真。假期一定吹破镜，老夫只怕追去定。青草快来，青草快来！所有小姐手卷打扮，张灯结彩，请各位大人上堂观礼。